姆叔叔音乐电台。好，这个单元呢是汤姆叔叔最喜欢的单元，也是花费久时间的单元。那跟大家说个抱歉哈，因为本来一个礼拜有3天的汤姆叔叔音乐电台，那因为呢汤姆叔叔最近状况不太好哈，一下水肿，一下脱水，一下水肿，一下脱水，那最近又换了机器啊，那整个晚上都没办法睡觉哈，所以整个时差有点乱。那加上汤姆叔叔现在又开始在上班哈，所以其实晚上回到家大概都8点了哈。那8点再准备一下也没多久的时间哈，所以很多单元都慢下来了哈，所以也不得不把一些单元删掉啊，所以汤姆叔叔决定呢，就留每个礼拜一的职场儿歌300首。然后每个礼拜3的5分钟搞懂管理学，跟每个礼拜5的汤姆叔叔音乐电台，那一个礼拜更新一次，这样就好了哈，不然我有点吃不消。好，那今天是汤姆叔叔音乐电台的单元，这个单元呢一直是汤姆叔叔最喜欢做的哈，原因是因为它是汤姆叔叔的一些创作发表。那本来想说用比较最快的速度把它完成，后来发现说其实这样做似乎也没有很理想。那总之就是音乐需要时间去琢磨哈。那可能目前大家听到的这些品质，如果从专业的角度来看，其实是不及格的哈。那因为汤姆叔叔觉得说，我只是想把音乐留下来，所以大概差不多我就把它 mix down 就丢上去了哈。那我一直有个想法，我希望每一首歌可以进录音室，再把它重新 mix down， 重新配唱，把它做得完整一点。所以希望之后能够把它集结成一张光碟，好，一张 CD。那我也着手开始在做这件事。今天有看到这一集的朋友们，这样说好了，如果你今天订阅，然后在汤姆叔叔的 YouTube 这个影片下面留言，留下你的 email， 那汤姆叔叔这张专辑完成之后，就会通知你，然后寄给你。好，免费送给你，这样好不好？好，前100名哦，100名，好，前100名想要这一张光碟的朋友们，好，那麻烦你在这个影片的下方，好，留言，留下你的 email， 那等汤姆叔这张专辑完成之后，然后就通知寄给你，然后免费的送给你，好，这是汤姆叔叔音乐电台，播到现在算是一个正品啊。好，那今天呢要分享什么呢？今天要分享这首歌叫做《想要找个女人爱我》。你看最近状况很多，然后又逆流又打嗝，好，来再讲一遍，今天要分享的歌叫《想要找个女人爱我》。那这一首歌呢，是在大概民国82年、83年这个年代做的作品，那就是跟英万麦铁 key 那一首歌同期的作品哈。所以这首歌也是唱片制作人邀歌的其中一首。那这首歌呢，本来是国语的版本。那后来过2年之后，我把它改成台语情歌哈。那这一次呢，我特别把2首歌咪在一起做哈，就是前面是国语，后面是台语，然后再咪起来一起让国台语双声带的方式去呈现这一首歌。那希望大家喜欢，想要找个
台北的夜变得如此冷漠，想要偷偷地对你说，找个女人来爱我，独自在街头哆嗦，拒绝回味拥抱你的时候，浅浅的醉意微像一双梦，分不清是谁的温柔。想要找个女人爱我，想要大声对你说，想要找个女人爱我，堆积了好久好久。想要找个女人爱我，想睡想却不敢说。想要找个女人爱我，填满我失去你的寂寞。怎样一句话讲要做嘴？大人手牵手成相对，无也不甘来离开。已经决定参你找找，你听着到底头？目睭刻刻，不知咧想啥话，规半步拢无讲话。你着向向来离开，拢无回头，拢无流泪。你着向向来离。是需要人安慰，你着向向来离开，不知影要去倒位。你着向向来离开，突然间阮的心碎。不知你敢有心所爱的人，愿袂当将你来放，心内同款有你的梦，想着过去的恋情，苍莲那后的海西山。一幕一幕有缘感情，
声对你说，你就雄雄来离开，是不是需要有人安慰？想要找个女人爱我，想睡想却不敢说。你就雄雄来离开，突然间阮的心碎。好，汤姆叔叔呢再讲一遍。汤姆叔叔最近在计划把所有汤姆叔叔音乐电台播出过的歌曲呢，重新进录音室，重新混音，重新配唱，把它做一个比较完整的一个呈现。那这个 CD 呢，现在正准备开始进行。那想要得到这个 CD 的朋友，前100名，我们是免费啊，前100名，就是在这个影片，在汤姆叔叔想要找个女人来爱我这个影片的下方留言，留下你的 email。那这张影片啊，这张专辑做好之后，汤姆叔叔会通知你，然后寄给你，好，免费的寄给你。OK，前100名哦。